恁着摇花唱新的歌，因为伊捌行奇妙的事。伊的只手甲伊成的手骨，已经为家己行拯救。摇花互人知伊的拯救，伫列邦人的目睭前显明伊的公义。伊纪念伊对以色列家所发出的慈爱甲信息。地的四角拢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全地着摇花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乐伊。咱三甲来吟诗学乐咱的上帝，圣诗第17首，着主上帝唱新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徛咧游园用主假是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传阮入地市，着叫阮脱离迄个海的。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着，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即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蒙第21篇，也就是诗篇93篇，咱要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21篇，也就是诗篇93篇。上主最王掌权，
上主用威严做衫穿，伊建立世界，伊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哗哗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至上天父，阮感谢你，你互阮搁一遍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虽望外口有风有雨有日头也有乌阴的时，但是阮知主你对阮的疼永远袂改变。愿主你圣神引带阮，特别伫大讲节期当中，互阮搁一遍来思想主的降生。为着世间人，为着要来拯救阮，互阮会当甲上帝搁好。求主你灵引带阮，也保守阮，互阮搁一遍伫所有杜比的圣工的过程当中，上帝你的神甲阮三脚伫地，互阮在无用的当中，犹原少念主你。求主你保守阮，互阮伫心灵肉体拢有上帝你的恩典，保守阮，也看顾阮。阮也要将阮当中有辛苦病痛欠安的兄弟，仰望摆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圣手甲因三脚伫地，也你安慰伫因伫辛苦病痛的过程当中，上帝你的灵亲自甲因三脚伫地，也保守无法度来到阮当中的兄弟姊妹。求主你也顾守因伫外口在保养，无论是读册、当兵，也是做工课的时，上帝你的灵犹原甲因三脚伫地。也保守阮，将主你所赏赐互阮台湾这个岛屿，无论伫内部，也是对伫国甲国之间的关系，互阮有对天来的智慧，互阮所有掌权的会当特别为着台湾这个岛屿来设想，保守阮，求主你的圣神会当展现伫阮当中，愿主你的慈悲，你的怜悯。常常甲阮伫地，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这是俄罗要请圣歌队要吟的诗，较目真光。
有一粒星要出对雅各的家，王权要对以色列兴起。总是你，必利行，你虽然伫犹太地千万城市中是至微细的，以色列的掌权者却要对你兴起。看，有在些女要怀孕生囝，要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世上君王拢要拍败伫伊面前，列国要服侍伊，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赏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奇妙无私、全能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人君。这是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诗篇72篇第1节到11节，以及第18节到19节。诗篇72篇第1节：上帝啊，求你将你的判断赏赐王，将你的公义赏赐王的囝。伊要照公义审判你的百姓，照公平判断你遮的困苦的人。大山要因为公义，互百姓平安；山仔也要安尼。伊要甲百姓中困苦的人判断，伊要救丧乡的人，伊要压碎薄弱的人。人要敬畏你，日久月长，直到万世代。伊要降临，亲像雨落地已经割的草，亲像及时的雨润得土地。伫伊的日子，义人要兴旺，大大平安，甲月平久。伊要掌权，对这个海到迄个海，对大河到地极。徛起伫旷野的，要跪拜伫伊的面前。伊的对敌要钱土粉，塔斯甲海斯的王要进贡，示巴甲西巴的王要献礼物，列王拢要拍落拜伊，万国拢要服侍伊。第18节，耶和华上帝就是以色列的上帝，只有伊行奇异的事，应该学乐伊。愿伊荣光的名永远受学乐，愿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阿门，搁阿门。这是信息的分享，要请新学生李慧君姐妹来分享。伊的题目是咱的祈祷，
压制公义的君王。各位南门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对10月份受大神学校来到南门教会的新学生李慧君。真感谢上帝，互咱伫今仔日伫上帝定着的日，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伊。伫要开始分享的进前，互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的脚步来到你的殿院，要来敬拜你。你是迄位牵伫阮敬拜而乐的主，伫你充满了尊贵甲荣耀。伫你的面前，阮献出阮的毋堪。阮逐人拢有过失，陷落伫罪恶中。恳求你来赦免阮的罪，撤销阮的过失。你是圣洁的主，阮要用圣洁的心来敬拜你。愿圣神即时来到阮三角地带，充满你的殿院。愿阮无论是听的，也是讲的，拢对你的话语得到开力。愿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今仔日，咱要做伙透过诗篇72篇来进入上帝的话语。诗篇72篇是一首为着王来祈祷的诗。诗的写作的背景，可能是伫大卫王要将伊的王位交予所罗门的这个背景下面来完成。大卫王伫临终的时，伊吩咐所罗门安尼讲：我得要行世间人拢着行的路，你着坚强，做大丈夫。你着遵守上主，你的上帝所吩咐的，行伊的道路，照摩西律法所记载，遵守伊的诫命、规例、命令甲教示。安尼，你无论做啥物，去倒位，无论你去倒位，拢会通行通。上主嘛会实现伊对我的应允。你的行义若真信生活，真心真意真诚，伫我的面前行做，你的后代就会做以色列王位，永无长。这段经文是记载伫列王记上卷2章第2节到第4节。大卫对所罗门安尼吩咐，讲这个话，毋那是一位要过身，伊生命得要结束的老爸对伊的囝的勉励的吩咐，搁较是一位在位的君王对下面要来继承的这位君王的劝勉。大卫提醒所罗门，着爱坚强，着爱勇敢，来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着爱遵行上帝的律法。安尼，上帝要来成就伊应允大卫的约，就是大卫家的王权。会有大卫的后代做以色列的王位，坐伫以色列的王位，永无煞。不过，实际上，咱已经无法度来确定讲这首诗就真正是大卫王所写的。但是不管这首诗的作者是啥物人，诗人伊用毋忘期待的心。来为着君王以及君王伊的王位，伊所要来建立的这个国度来祈祷。现在，请咱大家当来想想，咱即马就伫一个足水、佮足庄严的王宫的内面，有和谐的乐器声充满伫这个王宫内面。
有一位准备要受膏抹的君王，伊身上穿一寡足重的遐个君王应该爱穿的迄衫。伊带着坚定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行，慢慢的行，慢慢的行，并且有光对王宫的窗仔照入来，照伫伊的心上。伊一步一步行就楼梯坎仔，将伊的脚步停伫王的座位前。伊慢慢越过身，来面对众百姓。咱现在参加伫即场王的顶受膏抹的礼典内面，有祭司，有百姓，有一位要受膏抹的君王，以及有一位甲以色列同在的上帝。大家做伙要来迎接这位王，要坐上王位。看百姓拢已经有备好了，因有备身，伫逐人的位置，众人发出声安尼讲：上帝啊，阮向你呼求。阮为着这位王，向你来祈祷，求你赐落你的公正判断，予王，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阮向你祈祷，愿意伫公义中来审判你的百姓，伫公正判断中来审判丧凶人。愿众山生出平安，予百姓；愿众小山拢伫公义中。愿这位王来审判判断困苦内面的百姓。愿这位王来拯救丧凶人的囝儿。愿意拍碎遐个压迫人的人。愿众百姓来敬畏你，阮的王。愿众百姓甲太阳、甲月亮做伙，伫你的面前敬畏你，直到万世代。愿这位王亲像雨水降落伫草挂了的园，愿伊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大地。愿伊伫伊的统治的日子，义人要来兴旺，直到永远。愿伊管辖对这个海到迄个海，对这个大河到地极。曠野的走兽要伫伊的面前，伊的对敌要钱土粉。他是甲海岛的列王要来进贡，示巴甲西巴的王要来献礼物。愿列王拢拍落跪拜伊，愿万国拢来服侍伊。伫这场典礼内面，咱会通想象诗人带领百姓做伙来为着这个王祈祷。当咱在想象的时，咱会通想象，若是咱是这百姓其中的一个，咱会希望这位王是怎样的王？咱会希望这位王有安怎的特质？是仁慈，阁有怜悯吗？是聪明有智慧吗？伫这首诗，诗人伫第一节就向上帝祈求，诗人恳求上帝赐落公正甲公义伫这位王的身上。公正伫原文的意思，伊的意思就是在指讲
上帝的律法甲诫命。伊表示着照着上帝所立的律法、律例来建立社会的秩序。那安尼公义是啥物意思呢？公义是行正确的行为，公义是行上帝眼中正确的行为，公义是行上帝眼中正确的行为。公义是上帝赐予君王的文书，伊的意思是行上帝眼中正确的行为。伫遮，诗人恳求上帝赐落律例诫命，予这位王，予王会通来遵守上帝的律法，行出上帝眼中正确的行为，予伊伫国家社会的治理中做出正确的判断，来建立公正的秩序。当王伊安尼做的时，是将上帝甲以色列所立的约来实践出来。当王安尼做的时，伫诗中咱看到的是，这个社会会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伫大自然甲社会中有繁荣、有和平，以及有上帝救赎的稳定。伫这首诗内面，摊拄仔咱伫讲的，拢是对这位王，诗人带领百姓来为着这位王祈祷。不过，这首诗毋单是诗人对带领百姓对王的祈祷尔，搁较是诗人要来带领百姓为着这个统治的王权来祈祷。这个王权是上帝甲大卫所立的这个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大卫的约，是上帝所命定、所竞选的。上帝所甲大卫立的约，就是，若是大卫的子孙行上帝的律法甲诫命，行上帝的心意，行正确的诫命，就是有大卫的子儿来坐伫这个王的位置。伫这首诗，诗人带领百姓为着大卫统治的王权来祈祷。伫上帝的应允内面，上帝要丰盛来赏赐予伊的百姓。这个丰盛是安怎的丰盛呢？就是伫困苦中的百姓要得到伸冤，伫丧凶中的百姓要得到拯救，压迫人的人要受拍碎。伫这位王的治理，国家要兴旺，伊要亲像雨水共款润泽大地。这位王予诗人比如做雨水，这是予人会当看去，遮的百姓真正是足需要水，因真正是足需要一位好的君王、公义的君王来对这个国家的治理。因较无一位公义的君王。伫这位君王统治的日子，公义甲义人要来兴旺，有极大的平安要直到永远。对安尼来看，咱看到啥物呢？诗人祈祷大卫家的统治，毋那是伫时间上会来持续落去，因为时间上的持续，就是有大卫的子儿会通不断坐伫这个王位顶面，嘛会伫空间中来扩展。这个空间就是对这个土地到迄个土地，对土地到河流到洋海，
伊的统治是超越空间，并且列国的王拢要跪落拍拜敬拜伊。代表王的统治会超越一切的国界。当诗人甲百姓安尼祈祷，上帝祈祷的时，上帝祈祷祝福大笔家的王权的时，因心中充满对上帝的感谢甲懊恼。伫第18节到19节，咱看到的是，因讲：俄勒耶和华独独以色列上帝行奇妙的事，称赞伊的名直到永远。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搁阿门。咱拢知影，袂当安尼，应该会当甲大家讲，就是讲诗篇72篇是做诗篇第2卷的结束。诗篇第2卷的结束，伫遮72篇的18节到20节。伫咱诶学者诶研究内面看做是编辑者所加添落去的，所以是编辑的人编辑诗篇的人来加添18节到20节记载即篇诗内底。为虾米编辑者要安尼加添这3节来到即篇诗内底？伊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伫诗篇72篇，伊是一个联合，伊是代表对一位君王到另外一位君王的过程。伫原文中，诗篇72篇的标题，咱看到的是“互所罗门”，互所罗门。咱并且会当来看去，诗篇72篇第20节，最后一句是安尼写：亚西的囝大笔的祈祷到遮。伫标题是讲要互所罗门，伫结束20节是写讲大笔的祈祷到遮。对安尼，咱会当看去。咱会当感受到，这首诗真正敢若是就是大笔所写，伊要写互所罗门的，是一位君王要传承伊的这位王位，互下面继承的王，是对一个王到另外一位王。所以伫诗篇72篇，互咱看去的是。诗人甲百姓因做伙发出一个祈祷，祈祷对这位君王到下面一位君王，对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大笔家统治的王权永远袂长，直到永远。既然诗篇72篇，互咱看见的，咱通拄仔有，互大家来想，咱会希望一位王拥有啥物款的特质？伫诗篇72篇，诗人大声恳求的是有公义甲公正。总是这个特质，并毋是讲君王伊生成就有啊，就有的，乃是要对上帝来的，是上帝赐落予君王的。上帝伊是一位公正公义的主。咱听到公正甲公义，咱拢会想讲上帝足严格的。不过公正甲公义是上帝的性情，这是彰显出伊的信息甲慈爱。上帝的公正，上帝的公正，是代表上帝伊会用伊的律法诫命来做准证。
上帝的公正是代表上帝会照伊的律例甲律法来做准证。上帝的公义是代表上帝会照伊的律法诫命来做正确的行为。常常伫圣经内面讲到上帝的公正甲公义，是代表伊甲拯救、甲上帝的拯救是有关系。因为上帝的公正、公义，伊会亲自判断遮伫困苦中受苦的百姓。伊会为因伸冤，伊会亲自拯救丧向的人，脱离困苦的亲恩，伊会救赎因的性命。上帝透过伊公义的行动，会伫即个社会中，要来建立一个正确的秩序，并且会带来大自然的和谐。遍地要充满雨水的润泽，五国要丰收，满山坪有麦穗。既然上帝是一位公正佮公义的主，伊也要亲自将伊的公正佮公义赐予君王，互王有安尼的特质来治理百姓。但是地上的君王爱安怎才会当来领受对上帝来的即个公正甲公义呢？咱时常会当看到，伫咱的社会、伫咱的生活，在位的管辖的，因时常是无公正，嘛无公义。上帝是公正甲公义的主，伊也愿意将伊的公正甲公义赐落互领袖、互在位的人。不过，君王爱安怎来领受上帝的公正甲公义呢？乃是君王，伊是愿意带领伊的百姓来回应上帝的信息甲阻碍。安尼咱要来问，君王爱安怎带领伊的百姓来回应上帝的信息甲阻碍？是透过遵守上帝的约。上帝甲以色列所立的约，上帝甲以色列所立的约是代表是啥物意思呢？君王要安怎带领百姓来遵守上帝的约？上帝讲过，是爱透过遵守耶和华上帝所赏赐的律法甲诫命，透过遵行遮上帝所教导一切的律法甲诫命。当一位君王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伊尽忠，伊行上帝眼中公正正确的行为，就是依照上帝的教导律法来行的时，伊会以忠信、公义、正直的心行伫上帝的面前。诗篇72篇是一首为着王祈祷的诗，咱会当想讲，伊是一首为着迄个时代一位要坐上王位一位地上君王祈祷的诗。不过，这首诗嘛是第位代笔家王权祈祷的诗，佫较是一首指望上帝要高抹迄位弥赛亚，毋望弥赛亚统治公义的诗篇。诗中描述出一幅足大的远景。诗中描述出一幅足大的远景，是一个完美君王的图。不过，咱拢知伫以色列的历史中，无一位君王是遮尔完美，无一位君王亲像这首诗所祈祷的安尔完美。但是，这个诗的祈祷并无失败，并无落空。因为阁有一位要再来的君王，
就是咱即马伫毋望伫等待的耶稣基督。有一位君王要阁再来，伊要亲像上帝所应允，伊要亲像雨水落伫草挂了的园，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大地。伫伊座位的日子，义人会兴旺，甲月亮平久，享受大和平。伊会掌权对即个海到迄个海，对即大河直到地极。弥赛亚耶稣，咱即马所在等待的，就是迄位荣耀的君王。伊是掌权咱性命的主，伊是体贴人、困苦人的主，伊是愿意担负咱重担的主。那今仔日将诗篇72篇来用伫咱的生活中，咱会期待一位安怎的君王来治理咱呢？对咱现在人来讲，君王可能对咱伤遥远，可能总统较甲咱有关系。伫诗篇72篇，咱看到一位君王对国家的治理的影响。一个好的君王，带予规个国家是好的发展，是繁荣的发展，是祝福。对比咱的生活，一位有好、有公义、有公正特质的领袖，是对整个规个群体带来正面的影响。既然这个代志遮尔重要，既然一个国家的总统以及每一个在位的领袖是遮尔重要，咱会当为因做啥物呢？咱会当为因做啥物呢？伫提摩太前书2章第1节，保罗讲着，所以第一，我劝恁，着为着所有的人、君王、甲拢总官员，恳求祈祷、代祷、感恩，互咱通过平静安然的生活，凡事敬虔端正。所以咱会当做的代志，就是为因祈祷，为遮个在位的领袖，为咱国家的总统，为所有的政府官员来祈祷，就亲像诗人共款，为着君王祈祷。伫咱的国家，咱的总统、政府官员，因逐工面对的代志，台湾这个土地所面对的对敌，以及台湾内政的挑战，咱拢需要恳求上帝赏赐公正甲公义的心，伫因的心上来处理逐项的困难。伫咱的现代，咱真容易会当对总统、对政府的官员会有意见，会有批评。不过，咱却常常袂记得为着因来祈祷，互咱做伙来为着遮在位的人来祈祷，求上帝赐落公正甲公义的心伫因的面前，伫因的内面，求上帝提起因，将上帝的律法甲诫命放伫因的心内底，互因会当来敬畏耶和华，遵守上帝的教导，伫到咱的伫咱的群体会当来建立迄正确的秩序，带来群体正确的带来群体好的祝福。咱每一位在位的兄弟姊妹，咱会当甲诗人共款，为王、为领袖来祈祷。相信咱每一个人嘛，拢有可能受竞选来成做一位领袖。可能你现在就已经是一位领袖，你伫你的工作中，你带领你的团队，你伫教会内面带领团契，你是长职，你有牧养的身份。咱若领受这的身份，咱拢是一位领袖。无
无论咱有领袖的即份，也是你感觉你家己毋是一位领袖，拢袂要紧，互咱拢会当做伙来成做一个管道。即个管道是咱受竞选成做上帝的囝儿。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咱若看到一寡无照上帝心意来行的代志的事，造成咱群体特殊混乱的事，咱会通勇敢来去实践耶稣基督所教示咱的信仰，去甲伊讲一个，也是为伊祈祷，为着咱看到遮个无公义的代志祈祷，恳求上帝，互咱成做一个管道，来成做咱属你伫的迄个群体会当有好的、正确的特殊来产生。因为咱拢有认捌即位上帝，即位上帝伊是满有公正甲公义的上帝，伊将伊的律法甲诫命来教导咱。咱诚做伊的百姓，毋是白白，只有领受伊的疼尔。咱诚做伊的百姓，咱也爱回应对伊的疼。咱安怎来回应伊对伊的疼呢？就是将上帝的话语放伫咱的心中，伫咱的日常生活来诚做。最后，伫今仔日透过诗篇72篇，咱要甲神做伙来为着君王祈祷。不过，这位君王毋是地上的任何君王，乃是迄位咱伫等待要阁再来的君王——弥赛亚耶稣基督。伫大港节的这一期，咱要来迎接这位阁要再来的君王。伊要管辖对这个海到迄个海，对这个地到地极，所有的人拢要跪拜伊，万国要来服侍伊。伊要眷顾所有丧向困苦的人，伊对因的关怀甲拯救是超越所有的国度，是超越国界。伫大港节的这个时，互咱准备迎接公义的君王，互咱逐工用祈祷来迎接迄位阁要再来的君王，互伊来做王，掌权伫咱每一人的生命中，互咱甲伊有好的关系会建立，伫到迄个正确的特殊，对咱来活出，来影响咱的群体，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工作的所在，可能是一间教会，互迄正确的特殊会当对咱的心中，因为咱的实践来活出来。愿伊的荣耀会当充满伫即个地，也充满伫南门教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伫即个大港这期，愿有备迎接你的降生。你是迄位公义的君王，愿欢迎你来，愿毋望你来，愿听候你来。愿你来掌权伫阮的生命中，互阮的生命中，因为有你，有对你来的公正甲公义，伫咱生命中会当活出正确的特殊，互阮会当成做阮所属的群体的祝福。愿你来掌权做王伫即个世界，万国万民拢要来敬拜你。愿你的荣耀充满伫全地。愿安尼祈祷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这是咱要来吟诗回应上帝，圣诗第3首阿伯兰的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会众请坐，是咱要来奉献。请杨嘉勋执事甲陈一如执事来属奉。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会众请坐。这是我来报告。非常欢迎大家参与今仔日的敬拜。礼拜煞，请留步互相来请安、交谊，以及会当到地下室同齐享受爱餐。非常感谢即礼拜是搬少团客来服侍。今仔日也是关怀艾滋的主日吼，请咱兄弟为着艾滋基金会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煞接是咱圣诞节，咱门教会圣诞节的活动。首先咱要来看一个影片，咱请东江来播放。报佳音也是我们当年的重头戏。行宪纪念日以前有放假的时代。报佳音是非常热络的，差不多10点11点开始，兵分3路，一组是开车组，一组是骑脚踏车组，一组走路。唱完我们就喊说圣诞快乐，然后就结束这一家，就继续走。每一家都这样子，几乎都是感觉到很受欢迎，连邻居有时候也会出来拍手，因为知道是报佳音。玩到天亮，差不多8、9点开始有公车了，有的人就陆续回家。有些人就是1年只来那一次，青少期的，平常没有再来，他的父母答应圣诞节你可以去混到第2天回来。那个时代的人几乎我们每年都这样，父母也允许24号、20号给你放纵一下没关系。以后来的语言讲好像我们的一种跨年跨24号、25号，我们的记忆中是这样。我继续来报告特别是咱2025年南门圣诞的活动咱有4个主题：赞美礼拜、赞美礼拜、爱餐、报佳音、庆祝会所以咱头有看到咱报佳音的活动即只咱刚刚特别透过无同款的主题访问的影片会当互咱会当陆陆续续来想起咱较早南门教会圣诞的气味啦咱相关的活动有12月20拜六，咱有庆祝会下晡的4点，圣诞爱餐是下晡的6点。12月21礼拜日，咱有圣诞联合的赞美礼拜是10点30分。
12月24吼，就是咱头初讲到圣诞报佳音是对7点半到9点。12月25拜四下晡圣诞节的一个福音茶会吼是4点到6点。请咱会当注意，会当邀请咱清平。是2点到4点啦吼。多谢吼，多谢。咱会当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到阵来参加吼，要参加记得爱报名吼。今仔日截止吼，未报名的请咱会当扫描 QR code 来报名。费用是100块，费用是100块。用餐的地点咱地下1楼是咱双年团契、妇女团契、夫妇团契、长青乐活手机班以及南门的会友。咱第4楼是主日学甲基石。5楼是圣歌队、班级甲小基石，6楼伫青年团契甲少年团契。12月24，咱圣诞节报佳音吼，这嘛是需要报名吼，咱会当邀请咱在座兄姐，以及会当互你的囝儿吼，你的孙会当像咱影片所讲的吼，出来放纵一下吼。咱12月24拜3吼，圣诞暝邀请咱会当来报名参加吼。那过顶天12月25，咱有讲到一个茶会吼。以上再无做报告配合会计年度要赶笑吼，要奉献的兄弟特别伫12月24进前是对外奉献，对内的奉献是到12月21吼，主日礼拜后截止吼。咱若超过时阵，就要列伫明年度吼，就要列伫明年度。也未领着月历的兄弟吼，记得伫礼拜煞了后到1路来领取吼，1号1份。咱寒假的联合起造营吼，要伫明年度吼2026年2月3号到6号伫平南合欢自然生活体验基地来举行吼。有咱教会、有永和圣教会、华联歌万圣教会以及家己高林长老教会来共同来主办吼。报名费一个人是500块。其他无够的部分吼，是咱教育组要来补助，请黄干事来报名交报名费欢迎社青甲学青吼，拢会当来报名参加。大道事项请咱家己来看，这是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一个补充，伫咱的12月24号下暗圣诞报佳音，咱咧讲下暗7点半，迄是要出发的时间。但是咱7点先来遮练几首诗歌，练好咱才出去。所以咱讲时间会赴的，咱7点先来练歌，甲真正7点甲赶，你7点半来无要紧。佫真正7点半人走出去吼，你着对后壁赶紧对过来。以上报告。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平安礼，咱三个来行平安礼。
所以咱来吟背诗391首《阿乐天顶上帝》，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被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主耶稣的慈悲甲怜悯，圣神的保守甲引带，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个弟弟，对即时伫甲永世大无尽。阿免。请坐密道闭会。